石队长，是燕子，是燕子，燕子李三儿啊！是燕子李三儿！打下来，快点！接着！兄，咱进院。你们保护高仓呢？是。将军跟你进屋。是。其他人跟我走。假人！师队长，这是假的！怎么回事？高三，高三，你才是死了吧？
是个假的，我们上当了。哎呀，不好！保护高层，政府地上方。Udah.